大家好，我係余慈學文。我呢次就想講一個比較敏感嘅題目啊。點解咁講呢？因為呢個就係一個會牽動好多人嘅感情嘅題目啊。咁我都幾肯定，我會同時得罪兩邊。而喺呢度都不妨表明我嘅立場先啊。就話無論係對於中國政府定係美國政府，我都完全係冇好感。不過呢個 channel 多數都係講國際為主啊，所以呢一次我就會盡量將重點放喺中國呢邊。咁我首先就想由呢個意識形態嘅角度出發，而中共嘅意識形態就係共產主義啊。即係講到共產主義，我諗我哋就係可以將佢分成三個方面嚟睇。咁呢度就講咗負面先啦，就話共產主義基本上就提倡我哋要消滅傳統。因為呢啲都係以前嘅統治階級用嚟控制思想嘅工具嚟，咁但係佢哋當然就一定唔會承認一樣嘢，就係話如果有人叫你放棄傳統思想嘅話，呢個就係為咗將一啲現代嘅意識形態塞入你個腦。而呢啲現代嘅意識形態通常都冇乜好嘢，因為如果我哋睇下任何一個延續咗幾百年嘅傳統嘅話，裏面一定係有好多值得我哋學習嘅經驗同埋智慧。因為如果唔係，佢哋都唔會俾人一代一代傳落嚟啦，係咪？咁所以共產主義反傳統呢一點，我絕對就係唔贊成。咁所以我哋又可以睇下另一點，就我哋平時所謂嘅社會主義。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就唔認為呢個有啲咩問題。因為如果一個社會裏面嘅貧苦大眾係連最基本嘅照顧都得唔到嘅話咧，咁你都好難令佢哋真係關心呢個社會啦，係咪？咁所以喺咁樣嘅社會裏面咧，你就係冇可能會有真正嘅民主。咁我哋又可以由國與國嘅層面嚟睇咧，因為資本主義主張嘅就係自由貿易啊嘛，而社會主義就係認為政府係有權去干預市場，即係好似你而家就完全對外開放市場啦。咁但係你好快就發現呢個就係會導致好多重要嘅資產都會俾外國嘅資金收買，即係好似呢個國家原有嘅一啲傳統企業咁樣啦。咁我哋都唔希望佢哋俾外國資金收購之後變得面目全非。而喺社會主義嘅國家咧，我哋似乎就係冇咁容易見到呢種狀況。咁當然你就會話中國大陸一樣好唔平等啦。不過如果你比較一下美國嗰種大財團大企業操控政治嘅情況嘅話咧，你喺大陸都好難揾到類似嘅現象。而呢啲大企業同大財團所考慮嘅根本就唔係美國嘅利益啊。咁同埋喺某啲情況下咧，佢哋甚至係會積極咁去損害美國嘅國家利益嘅。咁所以呢度就講下共產主義嘅第三方面啦，就話共產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嘅呢個立場。咁我哋都知道就係根據共產主義嘅講法，帝國主義就係資本主義嘅終極形態。如果我哋翻返去列寧嗰陣時咧，佢又認為啲帝國最後必然係會互相摧毀。咁呢個當然就係我哋都好熟悉嘅第一次世界大戰啦，即係好似呢啲咩奧匈帝國啊、鄂圖曼帝國啊、德意志帝國啊，又或者係沙俄帝國啊。咁呢啲全部都係喺一戰裏面徹底瓦解嘅帝國。至於英法呢兩個老牌帝國咧，咁佢哋亦都係喺二戰之後慢慢解體，而取而代之嘅就係美蘇兩個新興嘅帝國。咁當然蘇聯後來都成為咗歷史啦。而喺蘇聯解體之後嘅10幾20年裏面咧，美國就等於係世界上僅存嘅帝國咯。咁所以從歷史上嚟講咧，帝國係注定會滅亡。而從信奉馬列主義嘅中共嘅角度嚟睇咧，佢哋嘅任務就係要打倒呢個帝國啊。咁當然呢個就唔一定等於佢哋要消滅美國呢個國家，但係至少佢哋都希望美國由全球嘅霸主變翻一個地區性嘅強權咯。而平心而論呢，呢個都可以話係無可厚非。嚟我哋睇下呢個印度啊、俄羅斯啊、土耳其啊，甚至乎就係以色列，呢啲都係非常積極咁建立緊佢哋嘅地區影響力。而呢個多少都意味住美國慢慢失去喺呢啲地區嘅影響力咯。咁其實從宏觀經濟嘅角度嚟睇，我哋都會發現一樣嘅趨勢，因為美國佔全球經濟嘅比例一直都喺度下降。例如喺二戰結束嘅時候咧，美國嘅 GDP 就係佔咗全球嘅50%到60%。至於60年代之後咧，呢個數字已經變咗40%。而2010年嘅時候，呢個比例已經係跌到1/4都唔夠。咁當然美國今日都仲係經濟實力最雄厚嘅國家啦，
個問題就係你嘅相對實力已經大不如前啦。咁我哋仲要考慮埋產業結構嘅問題，因為如果同30-40年前比較，美國嘅經濟重心就由製造業轉移到服務業咯，即係好似金融業咁樣啦。咁美國而家對於金融業嘅依賴都可以話係幾大，而呢個當然就唔係一種健康嘅發展啦，係咪？咁所以如果你咁都仲想繼續維持呢個全球霸主嘅地位嘅話咧，呢個根本就係不切實際。而中共正正就係睇中咗呢樣嘢。咁不過喺呢度都可以再補充下，就話我哋都唔一定要從共產主義嘅立場去反對帝國主義，因為民族主義都一樣係反帝嘅。如果你睇下近代嘅帝國到底係點樣崩潰嘅歷史嘅話咧，呢個基本上都同呢啲帝國內部嘅民族主義有好大嘅關聯。咁我呢個就係題外話啦。咁所以我最後就想講下呢個現實政治嘅層面啦。不過由於時間所限咧，我就係只能夠簡單咁講。咁我哋又再從呢個中共嘅角度出發，即係一講到中共嘅時候，好多人首先就會諗到佢哋點樣侵犯人權啊，又真係點樣打壓意見咯。咁但係呢啲基本上都係佢哋對內所做嘅嘢嚟嘅，而純粹從外交嘅角度嚟睇，你會發現佢哋其實都做得唔錯。因為雖然佢哋有時候口頭上都充滿呢個戰狼嘅風格啦，不過由79年到目前為止咧，佢哋至少係冇發動過啲咩對外戰爭。咁呢個同美國比較就更加明顯啦，係咪？因為如果你要維持一個全球嘅霸權嘅話，你基本上就係要不斷咁打仗。而呢啲戰爭到底有啲咩實際嘅好處？你會發現其實係冇乜嘅，即係好似美國就喺2001年入侵阿富汗啦，咁唔使好耐咧，佢哋就已經係推翻咗呢個塔利班嘅政權。咁但係其實佢哋只係匿埋喺山區啫嘛。咁所以當美國扶植嘅傀儡政府喺2021年倒台之後，塔利班又重新掌權。而呢個就表示美國喺20年裏面所投入嘅全部資源咧，都係喺一瞬間化為烏有。咁話呢個又係咪單一嘅事件呢？當然就唔係啦，因為我都知道美國呢幾十年不斷喺中東打仗，而美國今日嘅國債之所以就嚟達到40兆，其實都同呢啲戰爭有好大嘅關係。咁所以我喺呢度就諗起一個成日都聽到嘅講法，就話如果美國唔做世界警察咧，中共就會自動補償。咁但係當我哋睇住美國做世界警察做到就嚟破產咧，我諗佢哋應該都會三思。咁我點都好啦，呢一集就講到呢度先。如果中意我哋嘅內容嘅話，就可以幫我哋俾個 like 同埋訂閱啦，呢個都會成為我哋好大嘅動力。